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圣诗143首，在早上主圣旨日行。在早上主圣旨日行，耶稣基督降生，救主一摆献伊生命，予咱为你车成。你对民就会情这是大志兄弟好善，因献三当的这无理，袂拄罪甲歹代。多多求主耶稣牺牲，纪念一摆献祭，就永远这上帝大名，做中保到万世。以后天后对着一切，正做伊脚踏伊，主用一摆献祭赎罪，心多地求完毕。咱通过以西结书第37章的后半段，看见上帝应允要互两地插邦要合作一个，就是犹大以色列这个国家无搁再分裂。上帝要甲因立永远的约，是平安的约，是要伫伊的圣所受上帝子民百姓永远的敬拜甲阿乐。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第38章，38章1节一直到39章的29节，这段咧讲起着有关高洁的语言。1节到16节是讲着高洁的侵入甲因的暴行。17节到23节是上帝的生气，要来用高洁来发作。有关高洁，这段的记载，伫以西结书中间，这是属伫启示文学的文体。这内底所讲到的地名，也是国家的名号，是一个代号，并毋是过去的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国家。这种的文体嘛，有真可能是伫语言，也是伊的语言是指着当时袂当直接讲的遮的统治者、遮的政权的权势，所以只好用这种代号来表达。伫启示录也用这种的启示文学，类似的这种的文体，来表达上帝所要做的作为。咱做伙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38章第1节，上主对我讲：人主啊，你着对马国地区的高洁传达我的信息。伊是米色甲土巴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我至高的上主安尼讲：米色甲土巴的统治者高洁，我要甲你作对。我要用钩仔钩你的牙槽，甲你拖翻头，互你甲你带领的军队战马、马兵、刣师镉镉。你的军队人多，有全套的武装，因手举大细盾牌甲刀剑。你的军队有对波斯、古实甲佛请来的战士，因嘛拢摕盾牌、戴头盔。另外，哥别人甲极北边土加马族的军队，以及侪人嘛缀你来。你甲组织伫你遐的大军，着准备好势。你着做因的指挥官。过一段时间，我要差派你伫将来出兵征服以色列，伊的人民摆脱离刀剑的灾难，对列国转来，组织伫以色列趴远的镇山安然徛起。你甲你的大军以及真侪缀你的外族人，要亲像暴风扫来，亲像乌云砍灭这块土地。伫这段有关讲到高洁，因要安怎来侵入，安怎来攻击以色列。有几个名，头一个是马可，马可意思就是哥格之弟。马可这个人是啥呢？伊就是阿弗的囝，阿弗的第二个囝。阿弗是啥物人？就是那阿的孙仔，闪含雅佛，所以马可是
的孙啊，伫创世纪历代志上卷，拢有提起着伊的名。高杰这个名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名，意思是山头山冈。高杰伫圣经出现13摆，历代志上卷5章40是流变，就是吕变之主示玛雅的囝。伫启示录20章8节，甲马各，拄则咱看即个马各做伙来使用，是指撒旦所招住要进攻基督，包围新耶路撒冷遮的国家。准的狡辩拢是伫以西结书第38章、39章来使用。即个字毋是真清楚，但是以西结书38章15节有讲高杰要对本地对北方遮的一极北方的所在带领侪国民来。伫传统上学者认为高杰有可能就是鲁迪亚王该吉，也是该亚，这是一个跨邦的地，也是叫做加格，是一个神明的名，也是希腊帝国亚历山大，也是历史上类似的这人物。不管是几岁但是高杰的解说差异，嘛会对这个马各无共款的解说。无共款的民族，对无共款的民族到巴比伦，拢有人提出无共款的看法。但是咱有讲，这段圣经是寓意型的文体，所以以西结伫遮的语言对象，可能伊袂当讲真白。所以马各可能是巴比伦，高杰就是指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这个可能性嘛是真悬。比较同时期耶利米、以赛亚，伊拢有一段有关巴比伦的语言，但是以西结并无，所以互人谣言。但就算讲高杰是指巴比伦，38章遮所记载的战事，嘛是指末世的战争，毋是指历史上真正发生伫以色列的战争啊。咱继续来看第10节，至悬的上主对高杰安尼讲。迄时你的心要多无歹事，你想讲，我要侵入迄块无释放的地，去平安生活的人民遐。因徛起的所在无墙无门无窗，我要去遐攻击以前趴远，现在有人住的地，攻击遐的对列国转来，接触真侪精神甲财宝，住伫全地中心的人民，伫遐抢夺因的财物，西巴人、低蛋人。甲对他西附近达城镇来的生理人要问你，你想要抢精神、抢夺金银财宝是无？你想要将所有物件拢抢去是无？14节，所以人主啊，你着对高杰传达我的讯息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你明明知我的子民以色列平安过日，竟然对极北边你住的所在，带强敏的大军骑战马来。高杰啊，你来攻打我的子民以色列，你的军队亲像乌云看目地面。过一段时间，我要带你去侵略我的土地，通互列国认捌我。我嘛要通过你，对因证实我是诚实。你就是我早前通过我的仆人以色列的众先知所预言迄个人。迄时我捌通过我的仆人以色列众先知传达我的信息，我要带你来攻打以色列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所以伫遮讲到的高杰，伊是一个上帝虽梦是一个暴君，是一个用遮的军事，用遮的武力来攻打、来侵犯上帝的子民，但是嘛是上帝所兴起的，上帝所同意的，甚至上帝讲，拢已经通过先知来讲到这个王，这个国，伊要来招住这列国，要来攻打上帝的子民。但是上要紧的目的是要互这列国来认捌上帝。18节，至悬的上主讲，高杰侵略以色列迄日，我要发大受气。我规巴肚火大受气宣告，伫迄日，以色列要有大地动，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地上的动物，以及所有人，拢要伫我的面前皮喘。关山要爆裂，山坎要放弃，城墙要倒坏。我要伫以色列进山用刀剑攻击高杰，伊的军队要互相斩杀。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
我要用瘟疫甲刀剑刑罚伊，我要搁落大雨摒冰雹，降大火流洪伫伊所带领的军队甲缀伊的外族人身上，通过才会对列国显明我家己以及我的伟大甲神性。迄时因就知我是上主。所以上帝虽望兴起一个歹人，一个暴君来消灭上帝的子民，但是上帝伊有缘会来刑罚。伫今日这段的圣经所提遮的地点地名，检测有人指是伫耶路撒冷的对北方来的，包括托尼基，包括到现代咱看到搁较北边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这拢是伫以色列北边，因要来侵略，要来攻打上帝子民。但是当因来占以色列的迄天，上帝绝对要刑罚，上帝也要来报复，上帝要互遮个列国来知影上帝伊所讲的是真实，也要显出上帝伊家己最大最神。所以上帝伊遮预言会当讲是伫过去，嘛会当讲伫现在，嘛会当讲是将来。咱会当将今日即章38章对照38章到39章，会当对照启示录的19章到20章。以西结的38章、39章是讲到伫末后的日子。对马国队遮个高级，高级是一个王的名，包括还有遮罗斯、米色、土巴、波斯、古时、佛哥、灭陀加嘛，遮拢做伙要来战争，来到伫以色列。伫迄个当时，上帝战争的时阵，上帝用地震、用瘟疫、用大雨、用冰雹、用火药、用硫磺来攻击。最后，因遮的先师拢许鸟野兽来吞食。伫启示录19章是讲伫主耶稣过来的事，启示录20章是伫千禧年以后，19章是讲到敌基督就是说东方的君王甲地上的君王要做伙来出战。伫千禧年以后，各个伫遐佫出现马国的人，做亲像海沙共款遐尔多。然后伫19章启示录的战争是哈米吉多顿大战咯。伫启示录20章是讲到信道的赢蒙爱的城，上帝伫遐来保护伊的子民。启示录19章是遮来参战的遮列国，拢去主喙内的剑来杀死。伫启示录20章是上帝用火对天降落来消灭遮会攻打遮个外族人。最后因拢共款背照食饱因的肉，敌基督假先知去互迄里火湖。启示录20章魔鬼也等伫即个火湖的中间了。虽然统计即个哥哥哈米吉多顿甲即个火对天降下，还有即个鸟来吞食因的肉，会当看到先知以西结伊所看见的即个异象，甲启示录约翰使徒伊所看见的异象，有真侪所在是相像的。所以咱会当讲今日以西结这段会当讲是亲像圣经内面所写最后的审判。咱会当将启示录甲以西结来对照，即个高级即个人，伊嘛会当讲是上帝所讲的敌基督。上帝已经统计即个先知来讲起即个敌基督，就是无要来尊因跟将因根归互上帝，是来亵渎上帝即个对种败坏的君王。所以咱搁一摆来复习对33章咱所看的守望者是要互人认捌真正的先知。好牧者34章是要来认捌大君王。35章的歹厝边，互咱知影上帝在掌管。36章的新的生活是要互咱遵守新的主的诫命。37章新的性命是互咱会当来甲主永远伫地。38章遮的大灾难是要互咱有一个避难，
然后上帝伊要互咱伫迄个大诶灾难诶中间得到安居，然后伫末后日子，上帝要来刑罚，咱就知影上帝伊是审判诶主。当然，即章到38章还未结束，爱到39章诶29节才会来，才39章才会来结束。但是39章诶结束诶时阵，看到以色列完全诶大复兴了。今日即段诶圣经诶经句，我选第7节。你甲自己伫你遐诶大军，着准备好势，你着做因诶指挥官。上帝伊要使用即个外族人，但是就拢是上帝诶旨意上帝伊诶意思。今日即段诶圣经，互我想到恶霸恶人徛，上帝用更较凶恶诶人来对付遮个凶恶诶人。所以咱若拄着恶霸，上帝自然有恶人会来徛伊。即个恶人，上帝自然也有伊诶即个手段来去管教来刑罚。所以咱照罗马书所讲诶，咱无为家己来伸冤，咱只要耐心听候主诶上去，上帝伊自然会出手，伊自然会来报复。今日是10月18号，伫2007年 YouTube 正式伫台湾来上线了。所以对2007到2025已经18年的时间，YouTube 已经成做咱生活中间真重要的一个媒体啊。10月18也是联合国所定的世界更年期日啊，就是为着这个更年期，进入更年期的中间，咱要安怎来面对壮年到老年，咱安怎来协调。今日拜六，咱上午有即个 A2 的上课，下午有即个 A1 的上课，也求上帝来祝福遮出席的学生、讲师甲所有遮的工作人员，咱也求上帝来带领。今日暗时7点半，有一个小教堂的音乐会，伫49号的2楼礼拜堂，7点10分就入场，也愿上帝来带领伫即场的音乐会，会当荣耀主的圣名，会当应跟上帝里的进人。今日祈祷要用罗马书12章19节到21节所写，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为着家己报冤，宁可互上帝替恁受气。因为圣经有记载，主讲伸冤在地我会报应。毋过圣经嘛有记载，你的对敌若枵，就互伊食；喙焦就互伊啉。因为你安尼做，那阵将得到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互伊明红才通见效。所以毋通互歹较赢过恁，就用好较赢歹；毋通互歹赢过咱，就用好较赢歹。愿上帝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感谢你，通过今日这段先知的预言，互阮知影，不管是伫过去、现在、将来，甚至到伫末世，要有极大的灾难临到这个地上，要有大军队是上帝所兴起的，要来刑罚伫地上遮无遵守上帝诫命的列国。总是伫大灾难的中间，上帝已经为阮备办好势，互阮有安居的所在，互阮有避难所，互阮知影，阮会当投靠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求上帝你也帮助阮，互阮随望面对现主时世代中间遮个恶势力，是遮个无公义的事，总是互阮用好来赢过歹，无互歹来赢过阮，互阮会当有缘遵守主耶稣的诫命，做主耶稣的学生，来听对敌，用上帝的听来好款待人。愿主你的话，搁一摆成做阮的气力，愿主信心也甲阮同在。安尼祈祷恳求，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243首，恁以色列族着照成是讲。恁以色列族着照成是讲，那
时，感谢主上帝拯救阮脱离，对着要吞阮那向恶野兽。感谢上帝伸出万能的手，阮亲像鸟只对着西罗网，阮目睭掠去生命无望，罗网打破你灵魂的头绑，救赎主上帝创造大自然，阮可以命永远免受伤害。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